呢個好問題，呢個咧持續都有人問嘅，個個都用同一套程式交易，個個都用 AI 去賺錢嘅話，咁邊個會輸錢呢？咪真係老實講句，去到今時今日，將我所有嘅經驗擺翻出嚟，你要做一個賺錢一年10200%係好輕鬆，但係點解仲要繼續咁積極咁行落去呢？目的就係賺錢係本事，但識得生活先係圓滿。而人生路上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，不妨嚟問問 Wing Sir， 話唔定可以幫你突破盲腸。Wing Sir 將會以佢嘅經驗同獨特見解，為你解答疑惑。如果市場上咁多人都用自動程式交易，係咪代表個個都贏錢？如果個個都贏，邊個輸錢？呢個好問題。呢個咧持續都有人問嘅，個個都用同一套程式交易，個個都用 AI 去賺錢嘅話，咁邊個會輸錢呢？答案係外匯咧，投資者佔咗個比重咧，可能佔咗10%至20%嘅啫。咁剩翻落嚟咧，每日咧外匯交易量咁大咧，最主要嚟講係國與國嘅貿易之間嘅推動，投資銀行之間嘅對沖存貨。咁呢一啲咧，佢哋係唔會論輸贏。即係譬如假設香港依家突然間好多人走去買寶馬、買 Benz，寶馬同 Benz 德國出產噶嘛，咁變咗就係香港如果收集咗一大堆 need 要買寶馬 Benz 嘅話，咁就要用港幣轉做歐元咯。咁唔理依家歐元個價係咪跌到飛起，一路向下跌啦，其實依家都要買歐元。咁所以如果我用程式交易沽咗歐元，我賺緊錢啦，咁咪代表人輸錢咧？又唔係喎，因為歐元跌令到寶馬或者 Benz 廠嗰邊生意多咗，平咗啊嘛，點都要買歐元走去買貨翻嚟嘅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其實喺貨幣市場上面咧，其實你再睇深一啲係冇輸家嘅。即係如果你話我喺貨幣投資或者 crypto 投資咧，你話咁樣嗰啲人輸錢，所以我賺錢，我賺錢所以某啲人輸錢，你係睇個格局比較細啲，成個市場個格局係好大，好多人喺貿易之中賺到錢。如果一個策略有效，係咪代表可以用一世？市場不斷變化，點樣可以密密賺，贏盡任何市況？都可以用一個策略行到最尾嘅，不過你會錯失咗其他唔同時段嘅賺錢機會。咁如果我用唔同嘅策略一齊行嘅話，咁上落市嘅時候就上落市賺錢，咁趨勢市嘅時候就趨勢市幫我賺錢。如果新聞嚟到話突破啦，咁突破市嘅策略就幫我賺錢。分好多種類型嘅，有啲佢個策略係可能買升買跌，有啲可能買趨勢，有啲人買突破。當決定入市嘅時候，可能係睇跌，有啲可能睇升。每一個人都唔同，所以最終咧佢所持有嘅倉位咧，可能個時間值都唔同，輪住嚟用咯。所以其實就係一間公司入邊都有好多個唔同類型部門嘅功能啦，係咪先？其實程式交易同你管理一間公司一樣，有唔同嘅部門，就唔同嘅功能會喺唔同嘅時間特定發揮佢嘅作用，幫你提升個盈利。即係可能我炒短線嘅，我想呢15分鐘賺錢。但係咧，我係買升嘅喎。咁而有一個長線嘅投資者，佢睇跌嘅，佢喺同一時間我入市，佢就買睇跌，我就睇升。咁我15分鐘賺一錢走人啦。佢等半個鐘頭或者2日之後，個市真係跌咗落，佢又賺錢。背後都有個邏輯，都唔會同一個邏輯嘅。始終大家之間都有啲分別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其實喺貨幣市場上面咧，其實你再睇深一啲係冇輸家嘅。好多人喺貿易之中賺到錢。好多新手都問 setting 要幾耐 update 一次 ？Wing Sir 你又點睇？咁樣嘅，當如果你揾到一個賺錢嘅 set 咧，就唔使轉，就照擺喺度行，行到幾時咧？行到直至佢一段日子都唔賺錢啦，先轉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可以開多個倉噶嘛，你可以無限制地開倉噶嘛。譬如我有條 set，我假設我放咗1萬蚊去行啦，行得唔錯，咁咪有錢賺。但我揾咗條 set 更加賺錢喎。咁我擺多另一個1萬蚊出嚟行咯，咁有比較先知道更加邊個賺錢啊嘛。咁如果有賺錢，我咪2條 set 度行緊咯，持續地不斷咁疊加，直至有一日啦，清倉睇一睇，年底結算執屋嘅時候望一望，睇下邊個今年個 performance 最弱，將啲錢搬去有 performance 嗰邊乘2咯。每年個進步都唔少嘅，咪真係老實講句，去到今時今日，將我所有嘅經驗擺翻出嚟，你要做一個賺錢一年10200%係好輕鬆，但係點解仲要繼續咁積極咁行落去咧？目的就係肯定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叻嚟。歷史上每次金融危機 ，CHF 都被視為避險天堂。Wing Sir 點睇瑞士法郎嘅未來地位？瑞士法郎，瑞士係好㗎，全球避險為王嘅地方就係瑞士法郎啦。咁點解呢？因為瑞士呢笪地方咧，好多有錢佬都會喺度開個瑞士銀行戶口，將啲錢咧靜靜雞收落去嗰度。咁其實瑞士嗰邊有好多嘅外國嘅有錢人都放咗錢喺度，包括啲咩人呢？就係亞洲嗰啲地區嘅首富啦、俄羅斯啲人啦，跟住就係中東杜拜嗰啲人啦，跟住就沙地阿拉伯都有錢人啦。咁但係佢哋會想一個容易出入、放喺一個安全地方，就係放喺邊度呢？放喺瑞士境內嘅瑞士銀行。咁但係咧，美國通過咗一啲法案啦，令到呢一啲嘅
有錢人咧都要將一啲資訊喺瑞士嗰邊咧分享翻美國，咁逃稅嘅人就少好多啦。但係記住喎，瑞士係一個叫中立國啦。最近呢幾年做得最差一樣嘢咧就係制裁咗俄羅斯。其實呢一個係好毀掉佢基業嘅一個基礎咯。瑞士制裁咗俄羅斯之後，咁中東佬嗰班驚唔驚啊？梗係驚啦！即係有啲咩事情得罪咗美國，或者得罪你哋西方國家，我啲錢擺到未凍過水。咁嗰陣時嗰期咧，瑞士法郎係跌得好緊要，跟住又升翻。Wayne Sir 又會點睇美國未來動向？而喺避險策略上，避險雙王瑞士法郎同黃金邊個更勝一籌？如果萬一大家睇唔好美國嘅話，美國有債務啦，會爆煲啦，啲人就會流向黃金同埋流向瑞士啦。其實瑞士同黃金之間咧，佢係冇乜競爭喺度，係唔存在住競爭，只係睇兩邊個升得多啲，升嘅可能性有冇咁高嘅？我咁睇啦，瑞士法郎係會穩定咁慢慢升上去嘅。咁而如果未來咧乜嘢都貶值咧，瑞士法郎唔貶值已經贏咗啦。OK， 相對之下咧，黃金除咗唔貶值之外咧，如果周圍都貶值啦，黃金有機會升值嘅可能性係會再高啲添。交易係一種本事，識賺錢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嘅智慧係點樣用錢創造更大嘅人生價值。每個人嘅路都唔一樣，但當你面對困難，記住市場有數據，人生有選擇。如果今日 Wayne Sir 嘅分享幫到你對交易、財富甚至人生有新嘅啟發，咁呢個系列就更有價值啦。希望每一次問 Wayne Sir 嘅對話都可以成為你成長嘅養分。如果你都有交易或者係人生上面嘅疑問，不妨留言問下 Wayne Sir，喺下一集問 Wayne Sir 可能就會解答你嘅問題啦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Forest，仲可以開埋通知嘅鐘仔，等你唔會錯過每一集嘅啟發。